哇，係乜東西背來背去啊？有些像做農業啊，不過又冇乜營養，連吃星期都出現了。益生菌，連老人家都好搞做農業啊，我又乜口紅壓力咧？它现在叶片像我手这样子，这样转的时候，就刚好把空气往下拿。嘿嘿，啥人恐嚇起就對了。哇，同學大家好，思琪姐姐好。你哋都會講乜嘅東西啦？竹蜻蜓。竹蜻蜓嘅客家話要點講？笛哦，竹蜻蜓嘅客家話叫做竹用米。竹用米誒，我老你就講哦，呀嘅東西我千會搞啊，搞到你就看下，強項。为什么我玩的会往地下飞嘞？手势错，手势错，按哪用慢搞？右手出去，右手出去，按哪？哎，什么？右手。哇，这个哦！哎，竹蜻蜓伫尾度啊，有青豆嘅薄荷叶，你到底係白嘅？唔啲哦，按呢？竹蜻蜓嘅用慢走有人啲嘛？唔啲哦，唔怕。呀下咧，俺就來看一下 VC 啊。呀，竹蜻蜓到底要用慢走咧？今日我哋來到新竹嘅北部，拜訪一個退休嘅國小先生，看見老狗兒搞到像成人一樣誒，佢是聽係當為做成人嘅搞嘅東西哦。因為特別重要嘅時間是講飲沙打鬼啦，做農業啦，哦，咁嘅時間呢就發現到係咩我哋來做。那麼做起落個又也斬熟，他做了做農業還貴，你看，哦，這個是做的，所以呢，那個醬油很多就用個用到啊，就來烤，就來燒。該做別新工，美國是白紙新工，特別冇按好嘅機器，哦，尤其轉呢就用手去轉，啊，所以那麼一點要緊呢，要先做個放到貴族，國語就貴族，做個呢起碼幾。2年生到3年生嚟做，我就按計劃做啦，差唔多22公分，也就叫7港哈，差唔多6、7公分。而且先材料，先到之後呢，也地下來，用地下來之後呢，鋪到一片一片的時間，啊，鋪一片一片的時間，啥人是做記號做好呢，轉空啊。該做個人咧削嘅睇咧科技啊，嗰啲病啊，嗬，所以轉空咧轉好之後，就有得記，一片冇記到，一片又冇記少，嗬。風車嘅角度呢，我剪片俾佢帶，所以剪片記多啲喎。有4片嚟記，嗬。然後呢，用刀咧破好之後，燒到冷，燒到冷之後呢，喺度攞，因為冇人粗。好冇人釋風，一轉來呢，一攞來就不下過，然後攞了之後呢，將來割來一刀割啊，割來做便針啊，嗬，因為做針呢，成日搞，還冇打到木柱，但係打到額頭，還冇骨頭啦，嗬，要安全係要緊，搞到身體有愛呢，搞到安全，因為搞到快樂。除了注意安全之外，做農業嘅做嘅呢，咪要當大家好運啊！自己啲病呢，稍微拄好量咧掉，都唔拄好又嘛死掉，那麼掉落去之後呢，你係長途，比如你20公分，也差唔多是30公分，長短那些啊唔會背，長短唔會背，一長呢唔會傷，你做到唔會背嘅呢，記得唔怕，那就講佢掉起來啊。那就講掉起來，手按落去，手按落去，也唔係背冇相關，也要用搞，所以冇飛踢咯。賴先生平常時每位當熱線都殺氣較好，
看到阿公阿婆搞到很欢喜哦。同學，愛你窮下未來再加來搞啊！同學，今日還有看到竹蜻蜓的用板做的，按你就會做的嗎？會。是兄弟先锋背你表示讀，同學都出鏡嘞。我拍看過，你的表情沒太奇怪了吧？直升機，謝老師，我用還蠻聽得很出來。哎呀，这跟我们主题有关嘛？你看，它跟我们的竹蜻蜓有什么差别？上面在哪里？对，那螺旋桨的叶片呢？它是不是有一点倾斜？对，那倾斜的原理呢，就是要让它们能够飞上去。当它转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打空气，把空气往下打，那空气就会把它往上推。这个叫做牛顿地极运动定律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啦。安呢？教授，根本要干嘛个游戏啊？同学就亲手会搞呢。对，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带一些简单的材料，让同学来好好的体验一下哦。今日我用水手拿嚟多嘅紙牌、竹竿、剪刀、膠帶、打書機來做紙牌做弄泥啦。来，我们先拿一张扑克牌，然后呢，用剪刀把它剪成3等份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叶片它现在是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稍微折一下，然后把2个叶片并起来，再塞进我们的吸管中，用订书机订一下。来，先把你的手伸出来。这个可以打手心。对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叶片折过来，这边再折过去，最后呢，把它弄起来，轻轻的用手一转就会飞了。有同學想去搞嘛？好，來，轻轻的哦。哇，你咪該咁講，好好搞，真勁哦！還有同學想去搞，小不點，來，等一下。我想問一下，你想讓它飛得很高呢，還是讓它飛得久一點？久一點，好，那我們要調整葉片哦。剛剛這塊角度係會讓用做弄泥背嘅設計巧嗎？先生紮好了，姐妹，未來起坑啦！一面轉一面往上，試試看。加油哦，加油加油！你有沒有發現它轉得比較久？有沒有？有哈。然後永遠迪。為什麼它可以轉得比較久呢？角度。對，跟角度有關係。先生講攞紙牌就嘅角度抓到下排掉，做弄泥是會背到下高哦。假使講想要做弄泥背到下橋，是攞角度抓到下細啲咧是做得咧。知道設計巧之後，同學是做得開始做了。10點。同學，莫影自己搞啦，還專心啲喂。要怎麼折平均一點？怎麼折？大部分嘅同學其實都係當用心做，不過係有些同學一聽我硬搞硬做就做得啦。又係願意很便宜打起架呢。以來同學都做差唔多了，而家都起背起來咧，正經當好搞係咁嘅。你看看同學在搞嘅時間，發現了乜大問題咧？像這個，我這一支用左手轉的，我發現它左手跟右手就是出去的有一些不太一樣。我這一支是它左手才能出去，才可以飛得比較高，右手它就馬上掉下來。哦，還記得睇下視頻姐姐老同學在搞做弄泥嘅時間，你遇到同樣嘅問題嗎？大家做弄泥都要記揸方向做得背上天，轉唔錯邊是會跌到天底下，你到底係用辦咧？賈先生，你是容易。
我们刚刚有提到说，都是要用竹蜻蜓的叶片打空气，那空气才会把它推起来嘛。那所以你在转的方向呢，一定要确保能够打空气。原來係要轉錯方向，仲弄呢嘅入邊裝咗嘅帶動空氣。詳細看入邊嘅插圖，到底係要轉哪種方向咧？從側邊看可以看到它的葉片是傾斜的，有沒有？要把空氣往下打哦，這個叫逆時鐘。它現在葉片像我手這樣子這樣轉的時候，就剛好把空氣往下打。好，那你輕輕的試試看，啊，輕輕。哎，有沒有？哎，這個你做得比耶。對啊，那你倒過來弄呢？倒過來，就很快下墜了，對不對？主讓每轉動嘅時間，然後會繼續帶動空氣，同時空氣也拍緊然後。呢時間會幫主讓每預測上升嘅力量，上升嘅力量比主讓每嘅重量還要大時間，主讓每次走得不也起來了。那還有就是我們折角比較大的，打空氣的力量比較強，就會飛得高。可是呢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你如果飛得高，就飛不久。想不想做一隻又飛得高又飛得久的呢？想。這個時候請看秘密武器。想不想做一隻又飛得高又飛得久的呢？想。來，這個時候請看秘密武器。膠帶用紙牌做嘅竹弄嘢啊，切菜係冇結束，都容易受到氣流嘅影響。假使出咗的兩片加上偏重嘅膠帶，變到下重，是做得背到又高又遠了。哇！你下次請細見姐姐為你來示範啊！哇，很高哦，我背到天棚打咧呢。不過也就係竹弄嘢嘅極限咧咩？謝老師。嘿。那個竹蜻蜓高人氣喎，就冇辦法分對竹蜻蜓啊比到天花板高。哎呦，你太貪心了啦！我已經給你增加重量、增加慣性，能夠飛得比原來高就好了。哦，我就想要讓它飛到天花板啊！哇，跳下背過去嘅係乜雞啊？哦，係茶先生嘅新法寶，強入嘅背上貼，冇快嘅變等等，是做得背到比一般竹弄嘢還高哦。新法寶是繞嘅材料有紙牌、竹筷嘅、粘手嘅、台球杆、剪刀、膠帶。首先，到竹筷嘅小邊，穿過紙牌做嘅入嘅，並且台球杆地圖。穿上粘手嘅全力起來，然後是我背到老天蓬偏高了，安陽通好你會走嚟嗎？連上去再然後你會做乜嘅？戳這個洞，戳這個洞怎麼戳的？你要剪刀這樣。你這樣戳啊，你看到嗎？這個洞啊，是不是？剪刀這樣打開來，然後用一邊的剪刀穿過去，知道嗎？這樣子洞啊就會是長的。因為塊係削到邊邊嘅，所以紙牌嘅孔咪係我放起來這樣做得咯。剪刀你跟我邊撕起來，其實你削左邊啊，因為這一邊會越削越細越尖，你看到嗎？可是好硬哦。應該要削這一邊。安陽同學啲嚟嗎？唔好削唔錯片哦，削嘅細節千萬要注意安全，慢慢的削。哦，呀，那個竹蜻蜓就錯嘞，好嘛？好。哦，等下比說楊電影啊，做得這都嘛該啊。獎品一個。哦，同學看到嗎？有獎品呢，想要得到獎品嗎？想。哦，按呢，比賽之前啊，先看一下大家的背
个牌号码，一记就好。我记得咯。好，安尼，就为了开始，准备。可能让个个先生嘛，先生去喊讲为了奖品大走，哎呦，做唔得，同学都抗议了呢。捐出来！那就我不参加比赛，再给同学一次机会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那你比赛就会开始喽。好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预备，发射！耶！哦，第一秒出来了。第一名得主就是砖块 K 那你呢？哇！恭喜，安强哦，颁奖，拍手。我感谢我爸妈。谢老师，今天玩一整天的竹蜻蜓，手很酸呢。所以呢？有没有哪个方法真的搞竹蜻蜓很省力的那种？有啊，只要我们先把能量储存起来，在该用的时候再用出来就可以啦。该用的时候用出来。彤彤，你流淌在什么？淌着。当当，这里有橡皮圈。如果我们先扭转橡皮圈，然后把能量储存在橡皮圈的弹力位能，那我们呢就可以变成一架很省力的竹蜻蜓喽。哇，真劲喊好哦！阿娘到底阿娘把它做嘞？发通嘅材料有人线呢、台球杆、打包袋、手奶呢、竹啊、细卡机、剪刀。好，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这个打包袋，那剪2条一样长的打包袋哦，用剪刀在中间刺一个小洞。首先我们把铁丝呢就穿过这个小洞然后再穿过一个小珠珠，在前面留一个小勾勾，把剩下来的铁丝呢这样子绕起来。好，接着呢我们用3条橡皮圈挂在这个勾勾上。另外一根铁丝呢做针，现在把它穿过来，再把橡皮圈呢挂在这个挂钩上，把它扭紧。好，都挺好嘞。接下來你要運用到直升機嘅原理了，因為直升機每個時間都先將老機身的嘅方向都係相反嘅，所以你要老上將總動力嘅上下入找到目標用嘅方向哦。那這樣子2個葉片呢都可以提供升力哦。有一片古琴，另外一片轉輕，睇到30到50克，讓邊個老師做得背嘞。時間姐姐未來強下搞啊！飛到那邊去了，有冇看？不遠哦。看不見了。耶！哪裡，莫咋個做戲咧？明明是跌到腳酸，喊咋背到當然咧，喊係神人來看看同學做到樣板咧。因為怕它的那個支撐力不夠。你看他們的這麼短，你看到？對啊。你取一半，還是你想要做看這麼長的？不要好了。成每2片就時間姐姐停手指下，大家都做到當順利哦。家安樣，誰來改變個狀況要係樣板呢？來，你葉片有沒有轉正？你看一下你的葉片。哦，好會轉。切茶先生嘅指導之下，前途一點也唔會輸半成枚哦。哇，要同學做好啦呢！對，轉30到50圈，這邊要擋住哦。先生日本特色一種是卡機，要上到係用來做乜嘅麼？要睇到哦，係用來畫圖達到腳杆彈，做得設計者自家中意嘅單張仲濃烈哦。大家有看到嗎？
头好同认真都可以做竹蜻蜓哦。俺妹要做一只7届竹蜻蜓，有可能冇？俺妹有东西哦。好，唔过把嚟我去做诶。唔错，俺还会讲一只秘密问大家知哦。我去做单桨的竹蜻蜓哦。酷吧，也下就去做咯。要改做嘅，冻酱哦，做呀去天凉清酱嘅，呀，研究转移开，叫做个用嘅哦。时间姐姐嘅作品做好了，唔知同学嘅前途到哪位咧？咦，大三话嘅都冇强样哦，仅仅系当有创意呢，看来就应该下批作品卖钱了。耶耶耶耶耶！中农年系阿公阿婆细细时节嘅回忆。底下嘅小朋友啊，因为不容易拿到做啊，所以都冇办法享受到做中农年嘅欢喜咧。好彩今日茶先生教你用水手奶多嘅材料来制作中农年，还有当到真正嘅教法，来你讲中农年到底不要高不要人嘅技巧。看睇节目，你哋系唔系咪当上我来做这样来搞啊？高考好。